姐姐，你这话就过分了。浮生是冷傲了点，没错，但也好过王英优柔寡断的。你不如考虑一下。多嘴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？哎呀，我是关心你，人家是上古食神寒冰地狱之主，屈尊喜欢一个妖，姐姐多有面子啊。关键是他真的对你好，每次你身处危险的时候，出现在你身边的是他，不是那个王英。倒在了地上，好像一副体弱难受的样子。还有，救他的那个黑衣人法术特别高强，小维回来之后就没事了。如果不是心虚的话，他为什么瞒着王大哥？我觉得肯定有事。就算是有问题，那也是小维姐自己的事，也许人家是有苦衷的。再说了，他跟王大哥是一对儿，那你说他私会男子，有偷情之嫌，你这不是破坏人家感情吗？俗话说，宁拆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师姐，你就别乱猜了。啊，亏你还是除妖师呢，你看事情只看表面呢，还徇私包庇，善恶不分了你。师姐，是你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。小维姐又不是妖，就算她跟别的男子私会，也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可是她私会的男子来历不明，法术高强，我觉得肯定会有问题。在你眼里，除了自己，谁都有问题。说什么呢？连你这个最亲近的师弟都不相信我了？我哪有不相信你啊？我一大早就被你拽起来，听你唠叨半天，师弟我够诚心了。对了，师姐，我还有事要去军营一趟，我先走了啊。师姐，你就别乱想了，对身体不好。我走了。哎，站住！臭师弟！小镇是边关重地，各蛮夷部族众多，其中关系也是错综复杂。不管凶手是谁，都要严加防范，千万不要出半点差错呀！末将明白，已经吩咐过守城门的将士们留意来往各族，绝不会疏漏任何可疑之人。只是之前巡夜的时候，发现城防布置有不少疏漏，只怕万一给凶手或者敌人有可乘之机。白天凶手隐秘，不会轻易惹事，但是晚上就很难说了。而且晚上士兵们都比较疲惫，所以防守难免会疏忽一点。这边关3年换防，换来的还都是一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。如何安排妥当，实在是令人头痛啊！不知两位有何主意？将军，
末将到此地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对这里也有所了解。末将愿意担起守城的职责。王校尉行事周全，遇事冷静，来边疆的时间也更长一些。由他来负责小城的守备，最为合适。不过郑副尉，你武艺高强，身手敏捷，还是继续留下来，操练新兵，配合王校尉守卫边镇吧。末将遵命。嗯。就鲜花，你用它来救我了。大哥，只要能够救你，静儿宁可不要容颜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三妹会忧思成疾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帮她去除妖咒，我真没有。王大哥，你已经尽力了，静儿她不会怪你的。今儿她不怪我，我才更愧疚。她为了救我，才放弃了恢复容貌的机会，可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痛苦煎熬，无能为力。王大哥，为什么不让萧侯爷和阿嬷他们前来？他们毕竟和静儿从小一块长大，比我们更了解静儿，也许他们有更好的办法。我也跟三妹提过这件事，她是不希望让阿莫他们看到她脸上的妖咒。三妹现在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容貌。你应该很清楚二弟的个性，万一口无遮拦说了句不中听的话，我怕静儿会不高兴。但多一个人开导，做是好事，这样也许静儿就不会胡思乱想了。我们还是听三妹的话吧，我怕再把事情弄巧成拙，又伤了三妹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。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更好的办法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一直陪着她，不会再让她一个人受任何痛苦。那操练新兵的事就辛苦你了。这是我分内的事情，何来辛苦？好，我先回去了。二王子，二王子向来聪明冷静，怎么遇到公主的事儿就犯糊涂呢？你想啊，萧阳他们要是来了，你就少了见公主的机会，与你接近公主不利呀。再说了，公主现在脸上有妖印，不正好和你有相似之处吗？住口！你再敢说伤害公主的话，休怪我无情。二王子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现在处处落于王英下风，别说得到美人的心了，他连看都懒得多看你一眼呀。哎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有分寸。你平时少与我接近，免得惹人怀疑。二王子，别每天惦记着公主了，你的时间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服了你了。我去跟陛下说一声，这就去南疆与静儿会合，总行了吧？给我把这个吃了，一口都不许剩。哎呦，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哎呀，小侯爷，你现在真的不能进去啊！高公公，我有紧急的事情找皇上。小侯爷，陛下正在炼丹，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内呀。高公公，我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要找皇上，请你通融一下。哎呦，小侯爷真的不行啊！来，拿着。哎呀，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拿着。谢谢侯爷。不是咱家不帮小侯爷，实在是皇上有过诏谕，未经传召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，就连咱家也没法见着皇上啊，还请侯爷见谅。啊，小侯爷慢走。臣参见娘娘。怎么样，打听到李靖的行踪了吗？他随王英在南疆的边城小镇，依臣看，他诈死逃婚，隐姓埋名，不足为患。娘娘还是无需担心。我如果不斩草除根，彻底除掉萧皇后母女的势力，让她再回到宫中与我作对，岂不是又要坏了我的事？臣明白，臣这就派人去南疆。是谁？娘娘，您看，这李靖都不在了，萧阳还要跟我作对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娘娘打算如何处置他？萧阳和阿莫可是那丫头的左膀右臂，我除掉他们，就算李靖再回京，我想他也不可能再威胁到我。臣这就派人去办。这么说，先皇后很有可能是被兰妃所害。没想到这兰妃看似美貌端庄，竟是这般蛇蝎心肠。那我们现在赶快去禀告陛下。眼下宫内明显被兰妃所控，陛下被这妖妃迷得神魂颠倒，整日在炼丹房无心朝政，我们根本就见不到陛下，而且我们又无凭无据，很难扳倒兰妃，过去只会送死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看着他危害陛下，祸乱朝纲吗？不行！哎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在路上已经想好了，拨乱反正还得靠静儿。我现在就去南疆向静儿报信，由她来决定。说好一起走的，你又要丢下我？还不是你有伤，这能怪我吗？萧侯爷，请你带上我吧，我肯定不会拖累你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又不是大美人儿，一副无辜可怜的样子，看着就心烦。
看看你命多好啊！要本侯爷亲自骑马带你。你要懂得感恩，别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跟我斗嘴啊！我好歹相貌堂堂，地位尊贵，你可别总是得寸进尺啊！应该像今天那样，说话要柔声细语，也像个姑娘家。人长得不好看，性格可不能不可爱。哎，喂，哎，就知道和你这木头上路啊，没什么好事。你这样沉闷无趣，还没见到静儿就把自己给闷死了，到时候我怎么跟静儿交代啊？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有劳您过来帮忙。小侯爷太客气了，我与莫侍卫也相识多年，都是应尽之责。万幸的是，莫侍卫虽然外伤严重，但之前侯爷你给莫侍卫用药得当，只要好生调养，便无大碍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高太医，您走好。告辞，告辞。阿莫，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是谁啊？眼睛好亮，鼻子好挺。高太医，高太医！傅渠，都忙了一天了，在忙什么呀？
阿莲姑娘这些日子陪着郑副委巡夜，特别辛苦。而静小姐，你总是愁眉不展。我用这些花瓣做一些敷面之物，可润肌养颜，容颜娇美，心情自然也就好了。花瓣敷面，有用吗？听起来倒是蛮稀奇的。小姐身份尊贵，当然没有用过这些。我们小户人家没有钱买胭脂水粉，就用这个添肌肤颜色。听起来蛮有趣的，我也来试试。算了吧，试了也无用，盖不住。小姐，我父亲曾经告诉我，人的相貌最重要，无论男女，不管何时都要精心修饰自己才行。有什么好修饰的？就是一副皮囊而已啊。人有眼睛，首先见到的肯定是皮相。所谓女为悦己者容，难道小姐就不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漂亮，让自己的心上人更为你倾心吗？静小姐第一次见到王校尉的时候，肯定也是被王校尉英武不凡所吸引，不是吗？是啊。想想，和大哥刚见面的时候，就觉得他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。起初，大哥以为我是男子，我们一见如故，惺惺相惜，结拜为兄弟。想起来，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暂，不过那段日子真的好开心呢。比武、打猎、喝酒谈天。这世间的男女结拜，不就是夫妻了吗？怎么会是兄弟呢？这王校尉一定是喜欢小姐你的，想和你亲近，所以才和你结拜的。喜欢分很多种啊。也许大哥对我的喜欢，只是兄弟的情谊呢。小姐，男子对女子没有单纯的朋友之意啊，有的是情爱之心啊。即使是有情爱之心，大哥现在也有小薇了，我又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不是小姐先遇到王校尉的吗？要我说，夺人所爱的是小薇姑娘。你不清楚我们之间的事情。福渠是不清楚，可是我知道，女子能遇到自己心爱的男子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小姐，你怎么能轻易放弃呢？更何况，王校尉他那么紧张你，肯定是喜欢小姐你的，只是有小薇姑娘在，不便言明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大哥就是不只喜欢小薇姑娘一个人了。旁观者清，福渠怎么敢欺骗小姐呢？小姐和王校尉先相识相知，情深意重，你们才是天生的一对啊！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福渠便是所嫁非人，一生便这样毁了。自古女子皆命薄，难得遇到好的情缘。小姐，你可千万要珍惜呀！像王校尉这样的好男子，如果错过了，你会后悔莫及的。对，我和大哥几经生死劫难，我也觉得我们之间的情分绝非止于兄弟之情。对，我觉得我该好好的争取一下。三妹，大哥，
你怎么出来了？来找我？我在房间里闷得慌，想出来透透气。不知道大哥有空吗？只要三妹高兴，你想去哪儿，我都陪你去。我想去军营走走。军营那种地方没什么好看的，而且那里不太适合女孩子去。大哥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比其他的女孩子啊。而且我一直都很想看看我朝将士们练兵时候的英武豪迈。上次大哥说要带我去，结果没有去成。这次，大哥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啊，你放心，我可以用头盔遮住我的额头和脸颊，不让他们看着我的腰印的。大哥，你就带我去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带你去。这里的士兵每天都要训练不同的项目。那就一直这么练吗？是啊，每天他们都要练上好几个时辰的。外人可能会觉得很辛苦。哎，大哥，那些帐篷是给军营里面的人住的吗？是啊，那些都是士兵的营房，还有厨房。训练结束以后啊，他们都会回到那里吃饭和休息。哦。那里是我们商议军情的地方。哦。你热不热？啊，我不热。不热就好。你看，虽然这么热，但是大家都练得很起劲儿。练兵场陪你转的差不多了。我带你到那边去看看吧。好啊。也挺好玩的。三妹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你把刀舞得那么好看，算是见识了。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我当然不能使用雕虫小技了，那样会被旁人笑话的。公主、王大哥，你们回来了，我准备了些你们喜欢吃的饭菜，这就去端来。啊，不用了，小维，我和大哥在外面吃过了。啊，那我去给你倒杯热茶来喝吧。啊，小维，我已经找了一个手巧的丫鬟来服侍我，以后就不用劳烦你了。手巧的丫鬟？我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？啊，她原来是李府打扫的仆人，我看她手巧乖顺，就叫她过来服侍我了。可是公主身份特殊，如果外人来伺候的话，万一被发现身份，恐怕多有不便吧？小维，你想太多了。我现在呢是静儿，旁人是不会起疑的，而且我就是随便使唤了个丫鬟，不可能事事都向你报告一声啊。小维，三妹也是怕你太过辛苦，没事，她有分寸的，不碍事。看来今天小姐跟王校尉一定玩得很高兴。是啊，你没有看到大哥看我的眼神，满眼都是情意。你说的对，大哥是喜欢我的。我就说嘛，小姐与王校尉是两厢情愿。小姐，你可得主动点儿啊！我怎么主动啊？我可是女子，女子可是要矜持一点的。你也知道王校尉他不解风情，若是你不主动的话，恐怕又被那个小维姑娘给捷足先登了。是啊，方才见到小维，她似乎是有点不高兴啊。这个自然啊，女子的感觉呀是最敏锐的，她一定也察觉到王校尉喜欢的是小姐，所以呀心中不痛快。可是我不想伤害小维，小维她是个温柔体贴的好姑娘，而且她对大哥的情谊也是真心实意的。小姐，你的心可真善啊！小维姑娘好，小维姑娘对王校尉是真心，那您就不真了吗？这女子啊，什么都能割爱，唯独心上人不能。可是我真的不想伤害小维。
小姐，感情的事是勉强不了的。这王校尉喜欢的是小姐，若去跟小维姑娘在一起，也许现在还好，日后啊必成怨侣。你的退让不但成全不了他们，反而是让你们3个人都受伤害，都不幸福。若是事情挑明了，也许小维姑娘现在痛苦，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啊。日后她如果遇到真正的有缘人，也就好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姐姐，你就是太心软了。你看吧，李靖终于还是对王大哥下手了。王你之前还对他这么照顾，他居然明着抢你的男人，亏他还是公主呢，真不知羞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光是这样闷着头给王姨煮饭、缝衣、办闲活是没有用的。男人是最没良心的，一旦他习惯了，就会把你的付出都视为理所当然，反而不珍惜你，去看别的女人了。可李靖有我漂亮吗？我用怕他吗？他是没有你漂亮，可人家不都说了吗？男人啊，就是贪心好色，宁多勿少。李靖不能自愿把心给你，你又不能轻易杀他。现在眼看着他要硬抢王英，欺负到姐姐头上，我们不能白白受气吧？你呀，就是太沉不住气了。如果我此时与李靖硬抢，只会让王大哥心烦。我要是谦让大度，才会让王大哥顾及我。有时候啊，对男人，不用心计，比用心计更有用。我没有你那么多大道理，我要是你，才不会给李靖半点机会。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过，那个李靖之前对妖纣自卑恐惧，连别院都不愿出，更不用说去见外人。可如今却态度大变，居然跑到军营之中去讨好王大哥。哎，对了，你帮我去查一查，他身边那个丫鬟有何来历？一个丫鬟有什么好查的？姐姐，我看你是跟王英待在一起太久了，越来越像她，优柔寡断，顾虑太多。阿莲姑娘，你不必每晚都陪我巡夜的。你看你累的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不累不累，我只是在做除妖师该做的事情。庞郎都有事情做，我可不想让人说我是吃白食的。张大哥，你以后会一直在南疆吗？也许吧。听庞郎说，等静儿的伤好了，你们就要离开这里，是吗？我们是除妖师，自然早晚都会离开的。张大哥，到时候你会想我们吗？那当然，我们毕竟相识一场嘛。其实我觉得庞郎在军中也挺好的，有正经事情做，挺有前途的，留在南疆也是可以的。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很难控制的。既然我们相识一场，那就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刻吧。是啊是啊，其实我觉得留在南疆挺好的，我还可以跟郑大哥一起，一起捉妖，挺好的。来人呐！出人命了！好像出事了，过去看看。
就是剜心而死的。兄弟，你刚才看见什么了吗？我们在一起巡逻，他说去方便一下，结果就出事儿了。你先别慌，慢慢说。你都看到什么？听到什么了？刚才我听他喊了一声，我跑去一看，只见一个白影晃过，一闪就不见了。是男是女？看清了没有？我只见他的背影，穿着白衣，是男是女就不知道了。穿着白衣。死的几个都是军营将士。如果是妖所为，那为何只对付军中的士兵呢？士兵年轻力壮，精气足，妖最喜欢吸食这种人来增进修为。可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，明明知道我们严加防备，还敢在我们眼皮底下行事，要么他就是法术高强，要么他就是存心在戏耍我们。难道这妖就潜伏在军营之中吗？应该不会，我这几天跟军中兄弟们朝夕相处，如果有妖的话，我应该能感觉到。你连自己的魂都被那个小妖精勾走了，还有什么感觉呀？我看你再这样下去，连出妖的本事都忘了吧？师姐，现在说正事儿呢。这样，我今天晚上就拿葫芦去寻妖，一定把那妖找出来，省得你老说我。你要务点正业啊，离那个小妖精远点，别总跟他混在一起。大家都在啊，忙了一夜，喝些热粥暖暖胃吧。阿莲姑娘看什么？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吗？小薇姑娘，怎么总穿白衣服呀？我喜欢素色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小薇姑娘昨晚去哪儿了？不只是煮粥这么简单吧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又出李府了？你闭嘴！我姐姐做了什么，凭什么要跟你说啊？你一个外人住在李府，有什么资格审问人？好心好意给你们煮的粥，你要是不想喝啊，还有人想喝呢。少说风凉话。我师弟是军医，李府是李将军的府邸，你们两个外人在这儿，既不能治病，又不能捉妖，有什么资格说我啊？你捉到妖了吗？就你这么点能耐，还好意思拿出来说？凭我能耐说你这妖绰绰有余。我说你们怎么一见面就吵啊？还有完没完？妖没找到，自己人先打起来，多让人笑话。谁跟他是自己人啊？说不定那妖就装成楚楚可怜的姑娘骗人呢。哼，你怎么不说妖会变成你这样的凶婆娘呢？你好了，都别吵了，都冷静点。人命关天，妖一天未除，我们都不能安心。王校尉，府外有位夫人要见彩雀姑娘，说是彩雀姑娘的师傅。哦，看来我们又多了一个帮手。哎，彩雀，等等我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放心不下我的徒儿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哦，原来您就是彩雀的师傅啊！晚辈庞郎见过前辈，庞郎给您磕头了。你这礼数也太夸张了吧！你师傅就是我师傅嘛，上次在古宅来不及拜谢，这次补上。既是彩雀的朋友，又是晚辈，也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以后就叫我青夫人吧。是前辈，是青夫人前辈。起来啊！王英见过青夫人。王英还没有感谢夫人上一次援手之恩。若不是彩雀相求，这等事与我何干？彩雀，师傅累了，扶我回你们房间休息吧。夫人，要不我单独给您安排一个房间，方便您休息。不必了。
你来做什么？你是在怪我对王英的态度？他夺走了我女儿的心，却不好好对她。我今天没杀了他，就算便宜他了。你是狐族夫人，不用去照顾族长吗？狐生去南海会友，为娘放心不下，特意赶来为我的女儿夺心。不必了，我的事情不用你插手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无人的夜里，那回忆来侵袭，它占据我的眼睛，你却长在我心里。错乱的爱情，忘记了聪明，心碎的声音。死的心是否就可以不会爱，不伤心，却只怕